有关所以会当心怀无畏，有关所以会当心甘情愿的这个道理，有关所以会当苦口婆心。那么有关的时阵，咱的心中会行大无畏，会行无畏事。无畏事这意思就是大无畏，这大无畏就是讲无咧惊。当然无咧惊，不是讲吼咱水饺吃啊，你无咧惊，而是这行驶的这个你重心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勇往直前，非常这勇敢，没有什么会让我害怕的。有关所以咱当心刚情愿，像我今仔礼拜天的这个透早时间，遮尔美好。像台湾热好来的时阵，你行了高速公路落来了，飞往这个佛堂的路上，哇，这个天气非常的好，蓝天白云，然后路上的两旁绿油油，心情够好玩。结果出去郊游时之后，他们在各位人家教地图，在线上的各位人家教地图，咱比较来开黑给咱一些地图，哦，所以呢，咱要心刚情愿，有关所以咱苦口婆心。咱看到这兄弟姊妹，伊无法度去了解到自信这个圆满，而且美好，咱会非常这紧张啊，咱会替伊紧张，咱会替伊感觉欢乐，所以咱会不厌其烦。所以最终老师嘛讲，有关所以当乘风破浪，有关所以会当坚毅、毅力会当坚持，会当挺久，有关所以咱当医德相随啊。与道相随，这种是呢，原顶呢，互咱的一寡这力量，原顶呢就是成就得要最大的这力量，成就高品的最大的动力，最大的动力。下心呢，到原顶呢，都是咱本来就有的，我们本来就有的哦。你亲像咱每一个人的良知甲良知。每一个人良知呢，就是讲咱每一个人与生俱来交不共款的这个性，如同一盏明灯。良知呢，也是讲咱与生俱来这个能力，咱会当照明。咱只有一个灯会嘛，咱的这个良知就是会当发挥到这个光芒。这个良知甲良知，也就是咱会当恢复本性之智。这个是刚刚来讲下心加稳定的一个作用，一个作用。既然安尼话呢，是安怎咱的下心无，是安怎咱的愿力使不上，是安怎样呢？看别人就想要怎？看医生啊，伊有要找回健康嘛？失业的人呢，想要找一份工作。伤心的人想要来找回这个快乐，失望的人会想要来找回这个希望。咱的一生拢为着事业，找朋友，找财富，找功名利禄，而安尼忙忙碌碌，甚至呢，咱找了一生一世的找来找去呢，其实咱找家己的这个心上介重要。所以民主甲咱讲啊。朋友加偏好，接低求之，有放心平低求。这其实呢，这道理哪听甲拢有这个形式嘛，有这个了解。咱家己的物件，宝贵的物件，叫拍皮，拢知影要掠去。咱的心拢叫好，知影没？然后呢，让大家轻松一下看一个小小的，会觉得很有趣。里面上去之后，让网友笑翻了。胸前背着小孩的爸爸站在广场中央，右手不停划着手机，左手还不忘推几下推车，推着推着，抬眉头看一下小孩的状况，没想到却发现车里空荡荡。这位爸爸不断东找西望，寻找不见的孩子，他心
影片推出上网之后，网友全都笑翻了，纷纷留言。然后看这影，我为什么是新鲜？那你这看这囡仔结果呢？伊遐有手，伊遐无甲讲，啊，当作家己囡仔放伫咧手推车，然后伊遐吹，然后最后这囡仔看伊对，看伊心情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咱之前犯了这个错误，咱家己做什么物件，咱家己唔知影。咱家己迄个无见物件，唔知影要去对啊做。所以呢，下心呢，这下注提心呢，就是讲对心的这心自信啊，无去的话呢，相对咱的环境无法度来关系，无法度来关系。遮尔啊美好这个物件，想到无法度好好来修行，现怎会安尼？一万年啊，走来遮，一万年啊，走来遮，咱的下注提心想法安尼，牵引不定，摇摆不定。对他感受到的是咱的一点不敢，也是在作用，咱的是在作用。所以呢，每一个这意识心呢，咱发生当中的这意识心、攀缘心，咱作业，咱乌云罩顶。所以呢，有着人讲的，咱念必识心，这六点呢是以着这心为主，来好好来制心。莫互这无明在做老大。那随波逐流呢？随波逐流，醉生梦死。安定呢有梦乡的这甜如蜜，那山迄个冰山呢有道要爱的这命较灵活。所以呢，随波逐流，醉生梦死。那你这灵魂的红尘当中看到这命较灵，非常这美好，非常这甜，我嘛想要爱，我嘛想要来追求。咱嘛是讲是一个理解人生的这个过程。还有这业障的这个干扰啊，贪忌愈来愈大，所以咱的下注之心的防备愈来愈侪。像咱即摆经济，咱即摆身体，咱即摆环境接受平平，囡仔家做有钱，才会当坐咧，才尔啊安稳。我是感觉非常这个。就咱呢感受到，读着这个经典论证呢，咱就非常这个感恩每一天，甚至感恩每一个当下，咱有机会会当来成长，咱有机会会当发展咱的这个自信呢。就咱即摆这个结束遮尔啊大，咱的这个疫情，每一个人即摆都还戴着口罩，疫情什么时候要结束，咱唔知影。疫情的出现是咱所有全世界人一个共同这个课题。那有接到咱的这个上天给咱的考试卷吗？这一题没有考古题，而且还没有考完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题啊。面对无同款的这个环境，无同款的这个状况，不是咱熟悉的样子，不是咱说咱想的安尼不是会当自在的呼吸，袂当安尼轻松自如啊。严重的时阵呢，特别去外口。安尼行者嘛，拢感觉有危险呢。所以接受这个疫情的这个接受呢，每一个人拢伫身在其中，咱拢伫这当中，这个是上天互咱一个启示啊。其实呢，咱的上天的这个科技观一定拢有伊的意义存在。咱关于的厝内面，是毋是足侪机会当互家己？要家己相处，那平台的转移，什么叫做平台转移？以前咱拢爱来到活动当中来听道理，即卖有的人会当来到遮，有的人当你线上，是不是多了一份弹性？这个都是考题，这个都是我们有的心上面爱去刚学的，去刚学的。有咱呢，刚学的即个疫情后，有大家小说不大些成就，这个是呢，咱爱从外到内。每一个人拢挂一个口罩，这互咱什么启示？少开口，多关照。关照着咱家己这个内心，咱的自信甲愿力会当互咱家己会当自信，会当自由。这个是有咱呢刚学的，想要自信不见得愿力属上。
分析。内心的这个战术，经历着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不断的成长。而咱咧了的时阵，会当更加的落实，更加的清晰。咱听着了，而且是咱无听，咱唔知影。咱无听，咱唔知影。原来我的自信当发挥了这么大这个代价。因为了这身体这个作用了，咱伫做世界管理的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更加的细致。而且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累积着咱的这个能力，累积着咱的能力，真理呢，伫咱内心当中来扎根。那亲像呢，这个神秀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来时时去呼吸，无数平安。这个体就是一个重点。咱今仔来到这就是体，咱不断的接亲近就是体。人家说勤能补拙，咱别忙，咱行人不要紧，咱咱体的话，咱补咱的补足。所以刚刚有一讲呢，咱嘛平常着做善做听着一无所处理性，理性去得咱来听哦，是安怎演啊？咱无看着伊进前的对照啊，咱人看着伊去世啊，伊是生生世世对这种非常这个，人讲百世甘苦，伊个百世甘苦已经背了做负担拢无看。那拢伫这个甘水里面啊，他没有拿到那个甘头，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？怎么样能够一无所处理性，已经敲到开步？我们没有这个过程，很困难。所以咱以前就是累积着咱的这个能力啊，所以。所有这潜力拢是会当互咱日益精进的真正，上介好的这个叫啦，透过这个引导，提供的这个方法，咱的耳濡目染配合，接受的这个潜力，其实呢，就较感受着，这个地位呢，不是所有讲述啊，是心理生活当中啦，因为咱本来就有啊啦，咱本来就有啊，只不过咱是。咱伫即个开发会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伫这平时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开始磨砺的一个过程，是要来开启，是要让磨砺的，不是要负担的，咱本来就有啊。咱去发现，所以呢，透过着时间、空间、规律的给予。什么叫时间、空间？时间就是时间到，咱来发现；空间就是咱这个活动当中。其实咱家己厝嘛是会使啊，线上教学啊，有纪律的训练，然后或者这个运动员，是安怎伊咧运动会当遮尔啊厉害，而没有受伤，像咱这种平凡的老百姓，去举这个举重，照叫那个什么臂步，是安怎伊当安尼？因为他们透过了纪律的训练，让他们的肌肉强壮，会起来许胸。是安怎咱看着咱的囡仔，除了这幼稚园、小学，第二就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为什么要循序渐进的在学习？因为这个是一个有纪律，有一个有时间，有一个有规律的这学习，到最后他们就会慢慢的累积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都是一样的，要有时间、空间、纪律。所以呢，慢慢的累积，咱的这个机会让慢慢来磨砺这个自己。所以呢，咱讲的3000万啊，不离开国场这种老调养，没有错。业务更新嘛，或者这个该留守，伊是一个先得的书人手，伊是一个西方公职的加油站。发挥呢，会当互咱快速吸收，因为呢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这个心得的倾向，每一个讲师拢有无同款的这个心得，其他心得生成啊，不生的心得不同这性，每一个人做出来的这个菜拢无同款，就亲像这自助餐港口有无同款的这个菜色，一道一道的出菜，所以呢，咱讲师的倾向，懂每一个煮好的菜，有系统、有组织的。带给咱的这个听众，来分享，所以就较感受着，像了，就他们这个所属
所以呢，人讲呢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整个梅花扑鼻香。咱家己若无心心来行过，心心去人搞过，迄个痕迹不会出来，那个痕迹不会出来。所以咱今仔主要来追求，就是要练就咱的这神经哦。今仔来到遮就是追求咱的这神经，慢慢的累积，咱力量才会有。就我家己呢，就深深的这个感受，因为就我呢，真细汉从娘胎开始，就是有人当中大汉，所以说这数十年当中，我不断的接触着这道理、这真理，不断的接受着这物件的力量。毋是遮呢，就我呢讲出来，各位真正做一道理，遮呢，就我呢这个所属单位是生活班，然后生活班是不是小护理嘛？小护理嘛的时阵吼，咱有生活的问题。你今仔到上是就是不管来到这个，那时我想讲，以后就是安尼呢，我话以前我平常就袂当讲其他，所以以后我举手呢，原来吼，你是不管来到你健身我们哎哟，真正是这样不一样。然后呢，回头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在哪些过程当中有被强迫过。有不明就里过，有懵懵懂懂的过，懵懂，这个台湾动这几个形式安尼过，都是安尼一个过程。入班流于形式，听班常常是好感动，闭班之后好被动，都是安尼。哇，听班时我够感动，我真安尼做啊，跟闭班了，好被动，这是有啊。讲出来甲各位道理一下，所以呢，公司呢，一直到这个读书会成立，一些小班制的一些培养，甚至是家属读书会的熏陶，突然有一种被敲到的感觉呢，突然有一种，咱咧看家己这个很中，他的意内是一种抽离的这个感觉，站在高空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我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经典跟人的连结，只用接地气，只用与生活的挂钩。所以有纪律的学习，有戒律的学习，不是只用做死板的限制，不是做稀饭的，来到这样的是被听班，不是，是运用真理来唤醒自己的慈心。这个真理真的是一个宝。那无咱当然啦，他离开神地时，有做人讲，发这OK， 发这之地，世人本属有志，只人心内不能自我，需要给段神地时，是的变成看起来有点老实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讲，比神地时呢，就是互咱会当。有机会引导咱来建立家己这自信心的综合这个因缘综合这因缘，咱毋通去失去了这离开这神地性。以上呢，就较早讲的，不等神地性，拢是咱认知的时间、空间、人物，按照咱需要把咱的格局放大放到广一点要260中毋通局限于咱一点那点。唔通局限于我一定要做什么啦，这个都太狭隘了。咱家己就当做家己，咱家己有这自信，咱家己就有福泽，咱家己就有精力，咱家己就当做家己的神地性。唔通局限于什么平台，比如说，刚刚讲的健康的聊那个课程里面被抬杠精，这个我们只是一个平台而已。哪一个平台道是大家的，道是所有万事万物的，不要局限在哪一个平台才叫做在学习。只有入关的才在了悟真理吗？太慢了不是只有愿意提携我们、教导我们的人才是善知识，这样子就太局限了不是什么时阵，不是经典班的时阵，他叫做咧学习，不是一定要如何，不是你有开修，不是有道心开修，不是有某某这个平台他要修。咱搞不好
疫情之下，这些平台都消失了啊，那么要如何学习？难得咱国家的平台，咱就能学习了嘛。每一个平台，每一个机缘，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空间，自信使用，每一个环境都会当自然使用，任何一个亲近的感知，每一个人喜缘面，咱当呵呵去感知，我的亲像的慈悲心的流露，咱是想要，咱是想要来受信。今仔若无新元山，今仔若无一贯道，今仔若无这样平台，咱的慈悲心流露，我们就咱得局限咱的慈悲心流露吗？不是安尼啊。今仔若无透过这个情靠，咱的慈悲心流露，咱就免去来讲受信吗？哦，所以呢，其他刚想到，咱的这个慈悲心的流露，咱的这个主行的这个体哦，不要局限在哪一个情境之下。哦，疫情之下，咱如何让这个去介入？无等于让去，无神秘学让批评，无了解平台让学习。其实咱的行住坐卧每一个当下，学而时习之，每一个当下落实实践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即故为叫做学以致用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对于这情理的过程当中，咱当实践，咱当检查，而且呢，非常这圆满，你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发现的这个价值，这是自然非常好的一件事。二来这个情理啊，二来这个文艺的这个法则啊，咱当实践，咱当显化，不是咱生本来是它叫做咧显化。咱家己的自性的真诚就是显化，就是一种显化。显化就是让愿力可以精实，可以务实，这就是显化。那不离平等的当然呢，这是上界平等的嘛，再让提起平等心态，让小孩的主体嘛。要生本呢，做好朋友，哦，上面啊，即马在读书会的时间谈有这种观点，要生本做好朋友，哦，互咱会当更上一层楼，甚至会当互咱会当这个关照这个法则，哦，不离平等。那这个有平等扎根之后，咱了解咱生命的意义、价值，个方向，未来关于甚至呢，咱的关于这是上界重要这个东西，哦，咱不断的这个关照，一步一步来完成啊，哦，到最后呢，当发下大愿，甚至全现以身试道，哦，以身试道，这个是经历带互咱无用无尽的这个力量。所以人讲啊，只要出门就会到，上条咱不出门，哦，只要出门，总有一天都会到。那第二呢，咱要安来当，互咱的恰处之心，而且咱的观念会当坚持落去。第二就是咱的觉知以动自心，哦，观念呢会当界定自心。上坚持的人，一点就来开悟，心中有种。中坚持的人有存有功，下坚持的人持之以不学无。哦，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透过了，哦，咱的这个根基透过了这个培养累积，而且有这个音乐讲，伊是毋是爱不断的这个累积伊这个功力，到最后咱心这伊是一个音乐家，伊是一个专家。有时不断的这培养，较有机会会当来觉醒悟力，这是一个足上善这个功夫啊。哦，所以就是亲像咱我下讲，六祖前头听金刚经，当下一动伊的这个不行，一连串的这个过程为无缝接轨，踏上成佛的道路。哦，这种是根基啊。所以这样你要这些点数啊，哦，万中选一，切这个因果，可是一点一滴、生生世世的累积跟它的根基。到了这个时间一到，到了这个语言一到的时阵，马上起机。啊，无咱听了这尔济，
公民，这个就是动他运动。咱有听过即个种《西游记》嘛？即个唐僧唐三藏，伊规这东土去到西方要出去的时阵，经过了几工时间。当伊这过程当中，家己我咧，家成就到这西方出境的那一刹那，这是《西游记》讲的啦。他当下显现神通，1秒之后马上回到大唐东土。最后回到这边开始呢，也是咱其他自身体开悟时阵，东土甲西方有分别？没有分别。当下就是西方，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开悟，当下就是西方。这不是咧显神通，这是咱自性的神通。这就是一种显化，如此的明白透彻。咱内心若是伫心的话，咱若是偏心的话，当他处处样样拢是对。咱会用界定伫心的原理，必定呢，就是一个下足功夫的一个过程，不断的累积，到最后就是水到渠成。界对咱来讲，咱是一个束缚，都是一个被动式，行去有出发，行去有种出发，然后他来实践，不是啊，而是伊着咱这自性的这本体，咱因变事规条条分明，知影代志的这个分寸。